又想攞啲咩出嚟啊你？職員啊，佢攞唔知想攞啲咩出嚟喎？曱甴水啊，有曱甴啊！係咪啊？係咪噴啊？嚟啊！屌你個老母！河伯今日25號下午，在港鐵兆康站內與人發生爭執，河伯施放殺蟲水攻擊，導致一女子手部灼傷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。警方拘捕77歲的河伯。2019你仲未搞嘢嘛？啊，係咪啊？依家仲要問冇人搞？好樣衰啊！搞到呢個香港，仆街你！你死啊！臭閪！行前一步咧，你就後果自負。上到來啦！再睇返網上片段，早前河伯也曾經在港鐵車廂與人發生口角，河伯攞出疑似咳藥水。咩嚟㗎？你掛片啊？啊？